我咧已經有公司嘅團體醫療啦，點解我仲要買呢一份嘅高端醫療呢？團體嘅醫療咧，同埋呢個高端醫療咧個保障額咧相差非常之大，因為咧高端醫療咧佢嘅保障額咧可以去到幾千萬嘅，去到3000萬、6000萬不等嘅，非常之大嘅 coverage。咁所以咧高端醫療咧係需要嘅，因為本身你自己咧有公司嘅團體保險咧，所以咧我就推介你咧，你就買有墊底費嘅高端醫療，相對咧個保費咧平非常之多，但係咧你個保障咧依然有翻咁多，所以係絕對適合啱你買嘅。哦，原來係咁樣啊！咁高端醫療有啲咩好處啊？高端嘅醫療嘅好處就好多啦，我哋簡單講3個嘅好處俾各位聽。第一，免找數；第二，免墊底費；第三，仲可以你可以轉翻呢個叫自願醫保。第一咧，免找數係咩意思呢？如果係確診咗有重大嘅疾病嘅時間咧，可以預先批核咧，直接咧將個錢咧打去醫院，自己完全唔需要俾錢，咁咧就直接咧係免找數嘅。第二，免墊底費係咩呢？當確診咗重大嘅疾病嘅時間咧，保險公司咧會因應翻呢個情況咧，都係免埋個墊底費。所以點解要推介你買有墊底費嘅高端醫療呢？因為如果有重大疾病咧，佢係免埋你嘅。第三就係到你退休嘅年紀咧，你想轉翻自願醫保咧，佢係直接可以 downgrade 呢一個叫自願醫保，完全唔需要核保，所以咧係非常之好嘅。